18好時光。我係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寶成啦，咁啊同時間咧係曾璧山淑蘭中學嘅副校長，咁我從事教育咧都超過20年㗎啦，咁當中都真係超過15年以上咧做生涯規劃嘅。其實我早於2000年啊，2000年咧已經加入學友社㗎啦。咁最先去服務咧，其實都係啲前線嘅輔導員。當初我加入學友社嘅時候咧，其實我仲係一個大學生嚟嘅。咁我自己讀緊嗰個叫做學士學位咧，其實同呢個青年啊輔導教育係無關嘅。咁當初只不過純粹一個課外活動啦。咁當我參與咗之後，先至啟發到我咧去從事教育啦，亦都中意同年青人去工作咯。咁啊，當初無論係中5升中6去揾學校啦，中6去揀大學，定係去思考將來嘅一啲工作方向咧，其實我自己都冇乜規劃、冇乜意見、冇乜資料嘅。咁我自己有個感覺就係自己都走咗啲冤枉路啊。咁所以我自己希望從事教育嘅時候咧，喺呢個方向裡面可以俾到一啲方向指路啲同學。我諗升學資料點解咁多人查詢？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嗰個更新性係好快，因為每一次出呢個大學嘅資訊日啦，都可能對於大學嘅計分方法啊、課程嘅一啲改動都會有轉變嘅。咁所以我基本上咧每個禮拜都會留意返相關嘅資料去做一啲 update。真係我當初去做咧，講緊會考高考年代，去到而家叫 DSE 嘅轉變啦。喺以前咧好多時係資料不足，因為相對嚟講冇咁多資訊啦，咁所以主要嘅輔導係提供一啲明確嘅資料。咁而家就反而倒轉啦，係資料太多嘅年代，同學上網咧可以揾到好多唔同嘅意見、唔同嘅一啲分享。咁但係點樣去揾到真確性啦？點樣去做一啲分析啊、綜合取捨咧？就係而家輔導嘅一啲方向。其實無論20年前定係而家咧，學生對於升學都有擔憂。其中一種擔憂就係佢永遠都想咧去揾一啲更好嘅出路，佢確信咧有一啲更好嘅大學啊、更好嘅選擇、更好嘅學科。但我成日都覺得咧，只要佢喺升學選擇上邊咧係思考周全，亦都係去參考唔同嘅意見咧，其實佢嘅選擇都係一個唔錯嘅諗法。往往追求一個叫做最好嘅選擇咧，可能自己會失望而回咯。咁所以忠於自己嘅一啲諗法啦，認識多少少自己興趣能力嘅話，之後再去做選擇咧，一定係一個最好嘅決定嚟嘅。升學就業輔導嘅過程裏面咧，我自己都有好多滿足感嘅。咁因為好多時啲同學仔真係有一啲擔憂，或者放榜嘅時候好緊張，究竟點樣去做選擇？好多時我自己俾到嘅意見，俾學生同家長咧係好明確，俾到佢一啲指引嘅。好多時嗰種滿足感咧係好單純，佢自己獲得一個答案，可能一個多謝啊，或者見到佢真係清晰咗咧，令到我自己都更加有動力喺相關地方去再做咯。咁所以我自己繼續想做呢個方面嘅工作。